阿尼满地，头壳对落，心情红衫滚卡底过嘞，可爱小阿尼，今年是几岁？听问阿娘唔知家翁也陪。脚穿红布的一步就一个，实在真美丽，愈看心愈美。拜托阿娘啊，予阮爱一个。拜拜。问要创啥货？阮都无爱去，甘愿将此做工来万岁。阿娘万岁，阿君莫白白，阿娘家阿伯全面做空客，三顿又细细，敢会活一地，每暗带你来做游野会。风流老阿伯讲话真实的，回头也做也唔惊歹势。阿娘阿莫讲实话，看恁最近代志下小弟。安尼确定会倒来？哈！阮安尼确定会倒来哦？哎哟，我一个心肝仔咧，伊讲要出去3工嘛，啊3工就要趁大钱倒来啊！安尼伊念要倒来，我要倒来等钱。妈，毋是啦，毋是，安尼讲吼，迄个钱伊无趁着，佮问讲你身边有钱无？哎哟，夭寿死囡仔咧哈！钱无趁着无大钱，要佮甲我讨钱啊！我就知哦，我来甲讲哦，你安尼要趁大钱无可能啦，真拼的啦！阿妹啊，阿珠啊，阿阮阿呆有什么消息无？有啦，人讲吼，你若带阿莲转来车钱，就拢有啦。你车钱怎无？看遐大个声啊啦！你这是啥啦？无啦，那你无啦无钱呀？这个性质一个面青镜，安尼甲袂看哩袂顺，敢若你讲卡无对，望讲开了乌起来，无你到底是安怎？你是无看我去敲电话等伊哦？有啊，我有看你拍电话等伊，啊你某是安怎讲啦？阮某讲迄阿辉仔来讨钱讨偌远的呢，3工来若无还钱哦，人掠厝拆，鸡仔食掠到无半只啦。爱跋要死，爱跋要死哦！你在笑啥？我哪有去恁兜讨啦？啊，去阮兜？哎呀啦，阮爸爸哦，嘛有甲你死囡仔费哦，签几60万呢？啊！爱签死好啦，爱签死好啦。啊，你虽然捡过啊？对了哦。是讲阿呆，咱若无钱哦，等于我若是加烦恼。我看阿母安尼啦，过去哦，互阮老母甲阮某哦去处理就好啦。我知啊，恁母也有照处理啦，恁母也足简单，一个碗全装碗里一个。我即摆咧烦恼是阮爸爸甲阮某，哎呦，死到我看啊死囡仔费唔知甲因安怎无？你是咧烦恼啥啦？啊阿辉会对因安怎？敢会甲吞落哦？敢会将恁某拖去卖哦？啊！卖哦，迄无得讲哦，迄阿伟足夭寿的了。阮某我当少年，当幼气，行情当悬呢。哦，你敢讲我唔敢听，大只讲无效啦。入来看想看有啥物办法无啦？行啦。好，车咧，迄台车敢有人要砍了啦？行啦。好，好你去死啦吼！啊，你是要行啊？唔行啦？袂啦，我有咧烦恼啊。行啦。哪会哀啊啦，套动？甲你嘛较勇敢一下，小忍耐咧，家己小吐一下。啊，你规个人拢想咧，互我有法度。我敢当去的爹，我是要安怎出来啦？
会疼嘛，都忍下的。哎呦，你看，伫这深山哪来，也拢无看到半间厝，看我是要安怎甲你处理就好啦。你要安怎啊？无人我会回去，疼死啊！袂死啦，你是咧惊啥物？笑死啦！快忍来啦，我搁先来行。好啦，我会疼死啦，我会看，我想办法无？有啦，我咧想啦。好动诶！哎呦，你大真无做事，才有一台自动车呢。你真好啊！对，有车有人，你来甲伊拜托。我去嘞，我会看。来，你小突然啊！喂，有人啊无啊？喂，有人无？喂，车主啊，拜托啊，你伫对？有人无？啊，夭寿哦，啊哪阁无人呢？啊，你要安怎？喂，有人啊无啊？拜托出来哦！拜托呀，我等到呀，我卡登去啊，拜托。好啦，当你透动人硬捌你啊！你讲迄是有效。好，咱烦恼，咱先家招，用你才甲讲。啊，你敢透动？透动啊，为着你的脚要紧啊！来。哦。谢你哦。哦。来，你好久嘞。妈，你敢袂晓开车？哎呦，等到这来，水就去淹着偏拄着啊！啊，若袂晓嘛，就甲伊拼。来，你，哦。卡球啊好啊！我会看，就拼嘞。好啦，太赶紧了啦，拜托。啦，卖吵啦。我，啊哪会过前门咱后门？来等咱们无咱哎呦，当公。好啦，我都咧晒啊，你搁咧吵，卖吵啦！你愈吵我会愈紧张呢。哦，啊，不过我脚就疼呢。好啦，小忍耐者啦。哎，太紧的啦。好啦，啊，到底紧啊，要搁偌紧啊？我来看咱驶足慢的。啊，你无看这路歹行哟？驶较紧的，我爱你斗驶啦。好啦，啊，你的手都唔通来。啊，你。无啦，你危险啦，会戆囡仔，你手唔通我来啦。我脚足疼。你短小唔通安尼来。啊，你若空空啊？我斗驶。通来，危险呢。食死就这样，唔通手唔通啊。坏啦，我踩你登去，我踩过。啊，你来讲袂听啊？驾驶来了，我脚出袂去，我会走呢。哇！啊，这台车哪会煞变安尼？啊，变成可安小弟。安怎讲？啊，都清楚哩。哦，我师傅啊，安尼感觉会使。哎，就戆囡仔咧，啊，规台烧甲密密麻麻，连车链都稳落去啊，你也有法度。安尼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对啦，你的伤要紧，我先带你来入院。啊，对了，我袂记得我脚断去，我袂记得好疼。哎呦！我想到这咧疼，我带你来入院吼。啊，车的代志，我这边来处理啊。好，我足疼。来啊，小出来一下。好啦。干杯！干杯！饮了。是啊，你讲，我做人安怎？无赞，你做人真正赞。迄自从咱两个吼，伫个国校
斗阵甲国中的，迄对迄个高中的吼，读啊到大学无毕业，真正咱两个安尼斗阵，你的个性我上了解，但是吼，你的落魄啊，都爱去人乖囡仔，要提钱，我实在是足同情你啊！心事啥人知啊？想当时我出来咧创造事业哦，开一间乌倒仔店，生意嘛袂歹呢。是为着迄三字哦，今仔日咯，才着含你来落魄屈伫遮。安尼我知，爱之必得，爱你去死啦！六合彩啊！若讲到这，较早我听人咧讲，卖冰上好谈。迄干哦，迄水参糖哦，就咧卖啊。我甲人去开一间鸡仔冰店，吼，迄生意哦，迄是偌好个了。到即摆，迄间店嘛是拍啦，嘛是落魄啊，甲你来坐伫遮，总讲为着4字，多4字啊，高乐硕果，啥做高乐硕果啊？哦。你实在有够无水准的，有够无理性的，啊，啥毋知影股票啦？自早我就讲过啊，这个鸟吼上唔好啊，啊，我看哦，咱从今以后，改起来，拢莫阁跋筊，为着咱两个幸福，为着咱厝边头尾所有的人的幸福，改起来，真实的，对，哎呦，来，为着改叫2字，干这杯，干这杯，啊！爱是上，我今日足欢喜的，今日哦，咱将多多甲伊安全送入去，这件代志做了上对。对。虽然你我两个哦，拢做这个唔对的代志，含咱两个要转去的车钱都欠甲打，剩这2罐未收头啊。不过我感觉吼，会当互多多安尼平安转去，我对良心对道德拢交代一直过。对，来为着庆祝多多平安转去，干一杯。阿姐，干一杯。阿姐，你哪会叫我阿姐啦？我敢叫你阿伯咧。阿姐。莫叫阿姐啦，我敢有咧做？无我敢若亲像看到多多来徛伊后壁，敢有可能？你敢会看唔对？无要紧，啊无咱搁定看一下，搁定看一摆。嘿，阿姐。多多贵，哎呦，啊你哪会搁走转来？啊，我都车票甲你拍好啊，吼！啊，身躯的钱哦，你今仔打，啊，你是要搁倒转来要创啥的啦？我在车头的时阵吼，火车一帮一帮一直驶过，我拢唔敢坐车呢，因为我惊吼到时坐过头啊，安尼我就惨啊呢。多多贵定啊！咱讲实在，我就说，较早阮若咧啉烧酒吼，上无嘛爱小迄个以上早有啉的了。自从甲你熟识了，你甲看卖啊，即摆拢改一路嘿米酒头啊，娘娘咧，你看卖。是啊，多多啊，我吼嘛已经改
感化啦！我真正为着你感化呢。虽然阮有做唔对代志，嘛是求你原谅我。点，多多，我拜托你，我叫你阿祖好无？来，你转去，拜托，阿祖，拜托，拜托我，后叫你转去啦。阿姐，我真是唔知影要安怎转去啊。唔知影通转去哦，唔知路哟。是啊，阿姐，我真正无甲恁骗啦。我看恁两个足可怜的，我嘛真想要转去的啊。啊，不过我实在是唔知影路啊。我看，还是恁送我转去好啊啦。无我伫半路吼，我拄着甲恁同款的人，讲互骗去要安怎？啊！若果拄到甲咱同款的人哦，还是含两罐啤酒头仔都无哦。我讲吼，咱无若是甲送转去较好。啊，万一唔拄好，伊若伫半路真爱去拄到歹人，迄罪拢赖对咱遮来了。嘿，话是安尼讲无唔对啦，毋过你唔知有想到，咱若甲带转去，是到因老边啊，掠咱去派出所吼。哎，迄我袂哦，要送你送哦，迄我唔哦。你来遮戆，你来遮戆啊！嘿，讲你呆就是呆，你煞袂晓甲送到门骹口就好。无你敢要甲送入去厝内面，先怎甲抱去你面床顶，拄着因老爸，先怎讲嘿歹势吼，啊我着甲恁囝绑票，啊因为都摕无钱，所以才搁甲你送转来。有够戆啦你，有够戆啦你啊！哟，我所叫袂去哩，咱着甲送到门口就好，唔免甲带入甲灶骹嘛。哈啦，安尼好啦，啊，甲送转来，行，来送。小等一下啦。啊，要搁小等啊？诶，拜托，咱讲实在，那阮两个即摆哦，已经是拢步啊啦。唔是啦，讲正经的啦，恁两个哦，做人袂歹呢，我足介意甲恁做朋友的。啊，做朋友。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嫁翁也陪？哦，你行啦。迄车票拍互伊，伊摕去退钱啊！啥？含这条细条伊都要趁。啊，你是要行唔行啦？行啦！哎呦，好，你够不好啊了你啊哈！行死个，你上屁的啦！哈，大条你都要趁啦！你够皮呢！讲要拽转去，甲今仔才欢喜啊！想通啊！来上车！来！安尼。诶，唔敢会砍掉咧？诶，砍你去死啦！砍掉！迄台车遐台是要安怎砍啦？我都会记停伫遮，那会无去？唔敢会去用偷砍你？诶，干嘛呢？我唔对啦，一定去用贼仔偷砍你的啦。啊是讲迄个贼仔吼，讲起来比咱两个较有良心呢。安怎讲？伊甲恁偷砍车，不甲恁留这个门伫遮。哦，我操！你气个呢？迄台车都无去，留我这个门是要创啥啦？哦，好啦，莫讲啊啦。带入去啊！我来找车。哦。行，你刚才要创啊？啊，无你万一中我拄着另外一个贼仔来，含这个替咱就拢无去啊了。哦，我实在，你到位啊！你是够戆的呢，你哈？带入去啦，我来找车啦。好啦。哼。哦。行。哦，交我这个朋友实在够衰了。哦，特总诶，啊你有较好无？我听阿哥讲，你去山顶摔落来，摔一个脚断去，阿哥出车祸无？是啊，我有够衰呢。讲真诶吼，我唔知阮师开车技术遐尔好啦，开到火烧车。什么火烧车？啊，规台车烧了啊！讲实在哦，阮师哦脚手真好呢，看到车咧倒的时阵哦，随时也拖出来。啊无吼，我早就17扭翘。啊，若18扭啊，唔做颠倒掉。师，啊你有要紧无？
无代志啦。阿公吼，你无听人讲老骨顶空空，老皮袂过风，无要紧无要紧。哎，你真正有够特动的呢。嘿嘿，哎，阿师，咱车人小气啊，怎要安怎？你戆囡啊！你无听人伫咧讲有招有限。穿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不知家翁也陪？干嘛？干嘛？完了无要紧啦。阿姐，这好耍的咧，我无想要转去啊。你啊，不要紧啦，来，咱无受伤哦。嘿，阮哥来耍。好，安尼好，来，阿青哦，嘛甲你生甲偌欢喜咧，我嘛袂转，我耍。你哪会伫遮哭？我就想到阮厝的即摆人在咧讨钱，即摆逼啊共要插头去，咱大家搁伫遮咧算啊，遮欢喜，咱实在有够自私的。是安尼啊，你是8岁死来哦，我是有讲唔对啊。你就是无讲唔对，我才甲你扒一个啊。你是安尼讲了，都叫我想到，阮厝内面，阮某嘛足可怜，为着迄个家庭，照常都爱去上班，人来讨钱，咱唔知要安怎做，我想到实在有够可怜啦。归去啦，我互恁买啦，甲恁斗3工啦。啊？欠钱无我互你问，多多甲思安阿呆带做伙一个久，煞有了感情，而且看到伊两人可怜，多多才来同情伊。大金伯甲特动，为着要找找钱，多多找甲摔落去山骹头入意。大金伯是毋是会你通找到多多呢？找到了后，代志是要如何来排解呢？下礼拜一同一个时间，敬请继续甲阮收看大金伯串江湖。去无踪，予我车用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，害我将油问来找真帮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踪，是我戆。是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